大家好，歡迎嚟到和睦移民律師事務所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移民律師 Johnny。今日主要同大家講翻話幼兒教師究竟可以點樣嚟移民澳洲，同埋最近點解好似有咁多利好幼兒教師嘅政策呢？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啦！幼兒教師咧喺啱啱過去呢幾個月啦，就收到咗一個非常之大嘅改革。如果好多人有留意嘅話呢，其實都見到 onshore 呢邊呢都好多人係蜂擁咁去讀幼兒教育呢，而希望可以行到 ECT 呢個職業評估，而導致到佢哋可以189、190、491咁移民走嘅。咁究竟幼兒教師呢個職業究竟係咩，同埋要做啲咩呢？幼兒教師嘅話，你一定要揸到個 Bachelor Degree 啦，你係基本上教緊小朋友啦。咁同埋你係一定要有一個職業評估。咁如果你唔係 Bachelor 嘅話呢，咁你可能只係揸緊一個 Diploma。咁 Diploma 呢，非常之大機會，你只能夠係 Child Care Worker， 呢個另一回事嚟。Child Care Worker 就做唔到189、190、491，但係 Child Care Worker 可以行到482同埋186嘅 Direct Entry 嗱。講翻轉頭，呢個幼兒教師點解咁受歡迎呢？係因為幼兒教師最近呢段時間，佢嘅聯邦189簽證嘅邀請分數呢，只係去到最低分65分嘅啫，65分你就可以被擔保到。咁好多人就發晒癲去 apply 啦。onshore 亦都係無限多人喺度做緊呢件事嘅。咁如果作為境外嘅香港人嘅你，其實應該點樣做，同埋呢樣嘢make 唔 make sense 咧？幼兒教師咧呢樣嘢其實佢個英文 requirement 係好高嘅，咁你要2個8、2個7咧，大家都知嘅。但係因為佢最近個職業評估機構改咗，由之前係一個老師協會啦，去到而家變成幼兒協會叫 ASIQA。咁呢一個機構佢出咗名就輕鬆啲嘅。咁而佢最近嘅一個大規模改革，點解咁多人可以走咗去讀幼教呢？喺澳洲唔係 Childcare Diploma， 而係 Graduate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咁點解要咁多人轉去呢？係因為佢個英文 exemption 改咗。之前嘅話呢，英文呢係要8877，你要一 take 過用 IELTS， 最多佢俾你一個 one skill retake， 即係俾你再 take 多一次。大家都知道有幾難啦，又唔係考緊 PTE， 考緊 IELTS， 呢件事難好多。咁喺呢個情況下，究竟要點做呢？佢哋將個 exemption 由本身你要喺澳洲或者英文國家度讀書4年嘅 higher education， 你先至可以攞到 exemption， 改到變成你讀1年你就可以攞到 exemption。簡單嚟講，所以境內有好多人本身可能有個 bachelor， 咁就走咗去讀個 graduate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咁樣畢咗業之後，佢就 eligible 去呢一個 exemption 嗰度，而可以順利攞到個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嘅呢個 skill assessment 啦。如果關於香港人嘅話，如果你成個學位同埋成個 master 嚟 bachelor、master 呢啲全部喺香港嘅話呢， unfortunately 你係冇 exemption， 你一定要考翻8877嘅，呢個係冇辦法解決。你冇呢個1年高等教育 exemption， 或者你可以選擇話過嚟澳洲讀書，讀一個幼兒教育嘅 graduate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再搭一個1年制嘅 master， 即係 graduate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跟住再搭一個可能 master of education 咁樣，2年加埋，你畢業咗個 graduate diploma 之後，你就可以申請職業評估，然後你個 student visa 仲可以揸緊 master of education 呢段時間，你仲可以讀埋呢1年書。咁你可以話咁 Johnny 我都有 skill assessment 啦，咁我直接畢業算啦。咁我點解我仲要讀埋後面 master？ 因為呢條路呢係 onshore， 我每一日可能10個 paid consultation 係 onshore 嘅，而有7到8個都係讀緊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er。所以你會知道後邊佢個分數線呢可能會有相應提高咗嘅。而家65，可能下一 round 變咗95，咁就大家冇得玩噶啦。咁所以做2手準備嘅話呢，後邊都會讀埋個 Master of Education。如果香港人嘅話，咁你唔止有 ECT 嘅 Skill Assessment， 你仲可以去行埋讀書移民。咁大家我講到口臭啦，咩3年或4年啊，有呢啲你可以行埋呢樣嘢。咁樣嘅話就穩陣中嘅穩陣。同埋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er， 你仲有可能可以收到僱主嘅擔保，因為呢邊嘅話的確短缺。咁但係啦，如果你喺大城市嘅話呢，好快呢啲短缺都會俾人佔滿晒，就唔會去到話咁容易真係可以俾人擔保啦。所以我希望今集內容的確幫到你。如果有任何問題嘅話，記得放喺個 comment section。如果未 subscribe， 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to your friends。和睦移民專注澳洲，我哋下一集再見啦。